8万的玛莎拉蒂车锁匙，互人偷摕去，车主烦恼甲目屎哪滴。查甫人摕手机为餐厅行出去讲电话，刷落正平这个伫食饭的人客向边仔看，落尾手伸出去，甲放伫桌顶的玛莎拉蒂跑车的锁匙摕去。车主电话讲完，转来看到锁匙无去啊，规个硬去。像讲你共款驶这车，你会烦恼你的锁匙放去？当一个啊，迄可能爱去关抢，啊，步起来关一关起甲关抢迄边才可能，迄可能啊时间真久才摕到。只是真正麻烦啊，若锁匙爱钉拍，佮爱烦恼车会互偷砍去。迄当阵，这个姓陈的车主驶一台价值600万的玛莎拉蒂去宜兰一间便当店食饭，甲锁匙放伫桌顶，出去讲一个电话转来，锁匙就互人摕去。落尾车主因为烦恼车会互偷砍去，踮伫厝的3工，就为着告伊的车，伊毋若报警，嘛伫网络铺文，请大家斗3工吹。就有网友滚声笑讲，要捡到跑车的锁匙，嘛爱看缘分，引起讨论。该名男子骑着脚踏车在宜兰市区前后，本所持续扩大调阅周边监视器查缉中。警方讲，因会继续追查到底是啥人把车的锁匙摕去的，因为钉拍一支锁匙就要开5万块，所以车主嘛希望摕去的人会当赶紧行医。若是厝内歹过，嘛愿意包红包甲细多些，希望代志会当顺利解决。记者综合报道。